甜甜的，凉凉的，真好喝！饭后来一杯甜甜的蜂蜜水，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啊！没错。那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没错。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吃饱就是吃饱，逛街就是逛街。所以当你吃饱后想要找对方一起去逛街，就可以问他：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吃饱后一起去逛街好吗？今天的比较难哦，一起练习一遍。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都好。所以吃饱穷下来去逛街好冇？哎呦，等一下啦！蜂蜜水真的很好喝，我舍不得把它喝完呢。如果我养一群蜜蜂在我的家，我每天就有喝不完的新鲜蜂蜜耶。可是蜜蜂很危险哦，它的屁股上有刺，会攻击人。不是，为什么蜜蜂会攻击人呢？哦，因为他们都是尽责的士兵哦。报告，女王，有坏人入侵！啊，有坏人来了！该不会是要偷我们的蜂蜜吧？女王，别担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会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那么，假设有什么万一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们的名字刻在墙壁上，留作纪念。兄弟啊，你先去好了，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得漂亮一点的。兄弟啊，还是你先去好了，我的字比较漂亮。不要了，你先去。你去没哎，两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你们还是猜拳比较快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兄弟，靠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女王，来帮你按摩。工蜂尾部的针有的含有毒液，而且针跟蜜蜂身体里面的器官连接在一起。当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蜜蜂用针攻击其实是一种自杀的行为哦。啊，这样也太可怜了吧！不，我不要养蜜蜂在我家了。对嘛？哪有人为了喝蜂蜜就养蜜蜂？那博士那么喜欢喝牛奶，不就要养一头牛母？哎，不用啦，阿迪不是说他吃饱之后要去逛街吗？所以帮我带一瓶牛奶回来就好啊。博士，你不跟我去逛街吗？不去，你们去就好。我也不去啊。阿弟，你自己去就好了啦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哎，记得哦，带一瓶牛奶回来哦。干杯！那帮我洗杯子。我出门了。